来同款嘛是为着要来带动观光，高雄市政府想出一个计策，讲要甲爱河兴福民众。为即摆开始，只要事先上网来登记，而且来穿挂着救生的设备，就会当跳落爱河来耍水。即届开放的流线有12公里长，而且是24小时无限时段。也毋过有民众质疑咯，讲即个爱河的水无算浅，若是有人出意外，或者是耍即个爱河水耍咧皮肤来起痒，才要负责咧。记者后方这一条就是知名的高雄爱河流域，现在你只要拿着救生设备上网登记，24小时全时段，在12公里长的流域呢，全部都可以下去玩水。唔免书面申请，来到这个告示牌扫描 QR code， 或者是去观光局网站完成登记，免收费。地当早你的救生设备来遮耍水，不过在地人刷这期爱河若是无清气，暗着互你规身躯会痒到要死。很臭的味道，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不想下去了。何况这摆开放12公里长的爱河，为任务一段到高雄港，拢会当来遮游，半暝啊买当耍，安尼敢真正无安全的问题。晚上就跳水，还是无预警的就跳水，那是很危险的。就是自己要负责，但是问题是出事情了，大家都要归咎。会有这个保全人员进驻来巡视这边的安全。那我们会设置红绿灯，那绿灯的时候就是表示水质是 OK。另外，爱河阁像爱之船提供游客来遮坐，耍水民众伫咧边啊，敢袂去烧弄。所以他们在行驶当中要特别礼让正在水面上的这些使用的民众。高雄市观光局的好意，希望互民众加一个好耍的所在。不过安全的问题，要无专家挂保证进前，会有偌济民众来爱河耍水，恐惊还阁继续观察。